台南市议会民进党团3中的交接，上午选伫个议会的团摆进前来办理，包括市长黄伟哲、议会秘书长严升旗以及多位民进党团的议员、民进党市党部主委、加市府各局处的首长拢到场出席，由着市长加议会秘书长来监交。民进党团赞不赞？赞！台南市议会赞不赞？赞！新任的3长包括总召陈秋红、副总召李克伟加蔡立青，以及干事长周家伟以外，还有3位发言人，包括林依婷、陈黄宇加谢淑凡。除了陈秋红加李克伟是连任的议员，其他拢是新科的议员来担任，展现跨世代、跨领域的合作。我们下一任的总召邱红哈，那接下来其他的跟启维哈，副总召启维。那其他的成员大部分都是新科的议员。那当然一代接一代一棒接一棒，也希望是我们台南市政府能够更有新的力量，可以跟台南市议会民进党团能够做一个结合那以力推动我们的台南市政的推动这一些成员我们经过大家共同的讨论，我们不分派系，我们也不分男女，那我们更西南西北共同的均衡我想用这一种概念，就能够希望整个台南市每个角落都能够照顾得到了虽然不是说真的很尽人意，但是我想这是我们整个团队最大的努力，未来要把整个台南，不管是西南西北，不管是山区还是海边都能够有各个代言人来为我们党团来发声，来为我们市政来协助。新任的总召陈秋红表示，因为第4届台南市议会民进党团总共有29席，会用的讲是11过半，望新旧交接，会用的带领新一代的议员更加打进民意，嘛向前年轻世代的传承。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